根据政府的监测，这石虎伫苗栗、台中、南投也有稳定族群，只是讲这数量无稳定，会继续伫做强迫绝种的保育类动物。不过民间团体最近伫咧詹文溪水尾做调查，说去翕到石虎，这也是当17年后伫咧台南记录到石虎形状。画面中方一只动物仔真细腻，软过草坡，短短4秒钟，搁扭近一点看，经过确认，这真正是石虎。翕到石虎的地点位伫詹文溪水尾的高潭地，时间是顶个月15暗9点38分。虽然只有短短几秒，也毋过离顶一摆95年，伫台南白河鹿寮水库记录到，已经过17年，才搁一摆记录到石虎出现伫台南。其实就是一则喜，一则忧。喜的就是说石虎这个物种还存在，但忧的是说这个栖地或者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让它立足、生存。研究团队原本伫詹文溪流域研究哪里，所以我翕到石虎，另外也翕到其他保育类动物，包括藏水马、鹈鸡。委托研究的林业保育署表示，4年来伫詹文溪推动国土生态保育绿邦计划，请第6号全球保留高滩地、草生地原貌，也鼓励农民友善耕作，为野生动物创造更加大的沙滩空间。我们透过这个曾文溪的一个流域的这个轴带的一个保护下来之后，那相对的，不管是草鸮啊、白鼻心啊，还有一些穿山甲，都可以在这个轴带里面做一个生活。根据林业保育署监测，石虎稳定的族群主要分布伫苗栗、台中、南投，最近几年是伫新竹、彰化、嘉义、南山出现。族群数量的幅度也未回稳，尤其伊伫浅山活动，更加会受到开发，造成生态地消失。农药未止药落实，加死过数的猫仔狗的威胁，互保育石虎的工作更加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